哋作為一個青年工作機構呢，最重要嘅就係信我啲年青人。今日嘅啟動禮係能夠啟動咗我哋嘅創意，我哋可以進一步推進本港青年嘅創業文化，向大家展示你哋無限嘅潛能。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，好歡迎大家嚟臨匯豐青年創業大獎嘅頒獎典禮暨晚宴。實現創業嘅理想當中，除咗具有周詳嘅計劃之外呢，更需要無比勇氣，踏出第一步，讓社會人士更加肯定年青人係得嘅。香港嘅創業精神係冇消失到，提升香港青年嘅創業精神，鼓勵嘉許佢哋喺創業方面嘅成就同埋咧係努力嘅。今晚第一個獎項啊，網上最具人氣企業大獎嘅得主康德堂中醫診所有限公司。銅獎嘅得主呢係環速集團有限公司。有請銀獎得主康德堂中醫診所有限公司。金獎呢係尼波科技香港有限公司，恭喜你！簡單嘅嘢重複做，你就係專家；重複嘅事用心做，你就係贏家。